伫咧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去年去互换锁头关门，第82岁英女馆长张良德未当入去。面对着这款的情形，文学界也是有人跳出来批评。 记者会还未开始，真侪文学界人士拢甲张良德教授鼓励。张良德说明，伊退休12冬一直是台湾文学馆的义工，想袂到去年12月，甲这个月初5，选2摆拄着学校无预警换锁，伊上气的是校长这句话。只要放在学校的东西，都是学校的财产。这句互我足大的冲击啦！我死啊！我办公室遐原稿。 古纸，遐有啥物？我黄色小说，规个拢变做学校的财产呢。别出争议了后，礼拜学校有派人送锁匙来，不过张良德讲，伊按算要行回去。我退回去，钥匙不开，我门不开，我全部还回去，表明我已经不是名誉馆长。 张良德讲，伊已经看开啊，虽然甲台湾文学馆已经不再相牵连，刷落来阁有代志要做。迄个馆是你的性命啊！但你即马离开迄个馆，你会死掉啊！我跟你讲吼，我无遐尼紧死啦。我即马是咧编这个老人文学，叫做老人文学啦。 有张良德的台湾文学馆，敢真正无法度留伫台南？台南市长黄伟哲跳出来表示，市府愿意斗相共。台南市政府也愿意提供这个研究场所那来让张教授在退休之后退而不休，能够继续为台湾研究还有台湾文学研究做出贡献。 不止台南市府，张良德讲，即马教育部嘛按算要出面，伊愿意甲学校沟通。上重要的是，互台湾文学馆内底的资料会当好好保存。记者陈嘉文、罗伟哲台南报道。